各位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總藝權阿權妹。有知道我今日特別歡喜，語氣都很上揚的感覺，因為今日要同大家來紹介咩係我親好食的東西，係乜嘅呢？就係呀米奇木，唔管呢甜的啊、鹹的啊、蛇味啊、冷的啊，全部都好食，好冇？故說大家今日聽出來好好看啊！所以米奇木有乜嘅好紹介呢？先來細細嘅教分享，今日嘅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美蘭阿姨嘅歐妹分享。大家好，我是歐妹，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美蘭阿姨。哦，分享這個歐妹來到節目當中，人家有講到一個美蘭阿姨，美蘭阿姨嘅歐妹，然後歐妹又說很高興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美蘭阿姨。雖然美蘭阿姨很滿意，美蘭阿姨為什麼今天沒有來呢？啊，因為沒有這個人。完全沒有這個人，沒有你的媽媽還是你的阿姨呀、啊？沒有就是這是我自己虛構的啦，虛構一個虛構的人物這樣子。你為什麼你要虛構一個人物，就是放你的店名，好有趣、哦。因為那時候想說賣米苔目啊，就是一個很客家、很道地的一個東西，想說那我應該要取一個比較特別一點，比較在地，對，比較在地的名字，那我就想了很久啊。那時候把媽媽啊、外婆啊，就是所有的老人家的名字全部都想一遍，然後最後還是選了美蘭阿姨。哦，因為我以為，因為像你知道，我媽是春嬌，然後春嬌其實也很適合。那時候我也其實也有想，對，只是最後想說，哎，美蘭阿姨，美蘭阿姨。對，就好，蠻順的啦。哦，對，所以這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就像你旁邊的那個扛棒就寫說，美蘭只是一個梗，也在找了，因為永遠找不着。你先吃飯好嗎？對，好可愛哦。所以真的很多客人，很多啊，就是只要進來的，其實基本上都會問啦。就算有這個牌子，他們還是會笑一下，說，哎。我可以問一下阿姨在哪裡嗎？對，就是可能進來，哎，有沒有很像美蘭阿姨那個造型？有沒有？對，定扣，對，就是一直找啊。那最後就是我連菜單我上面也寫沒有這個人。哦，對，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同客家種的一個連結。其實除了名字跟客莊的一些媽媽們的名嘅可能會共用以外，其實連這個美蘭阿姨嘅造型啊，這個頭拿模啊，整個 set 的造型，其實看起來也讓人家覺得很親切。對，真的是很親切。我是請我的一個朋友啦，幫我設計。我就跟他說，我今天要開這間店，我說我就是要一個醜醜的阿姨，就是很有醜醜，很有福相啦。我就是對我說你就幫我畫一個，所以然後他就幫我畫了一個這個阿姨。然後頭拿模會按用電，對，然後還很高，因為阿姨都喜歡燙半屏山啊，這樣捲捲的，然後就是要有一點雙下巴啊。對，可能我燙捲也會蠻像的。而且它很可愛，它那個頭拿模電，還有一種濕濕的那種上慕斯的那種感覺，亮亮的感覺。阿姨就是喜歡這個造型，對，所以這個就是也是請朋友特別設計，對，然後就一看你就知道，哇，這就是我的美蘭阿姨應該要有的樣子。對，然後就變成店裡的 logo。對，哇，很有趣耶！所以其實一看到勾引，你會冇想到也係一件親客家嘅店面，因為其實整個店面外觀的造型，還有包含整個像這個扛棒的感覺，我會俾你有一種很文青感的感覺，像是一開始你的客人還不認識你的時候，走過你的店面。會不會覺得你的店很不像賣米苔目，我從第一個賣米奇木？對，甚至有人以為是做頭髮的，因為美蘭阿姨的頭髮嗎？對，他說：“哎，你這是做美髮的嗎？”我說：“哦，不是，我是賣吃的。”對，我說我是賣吃的。還有人說是不是咖啡廳啊這樣子？對，因為它的外觀看起來真的很不像賣客家傳統小吃的一間店。對，哦，你當初做呀，店面嘅整個設計呀，你當初是怎麼設計的？你想給大家你的客人什麼樣的感覺？因為在那個時候比較少，就是這種裝潢的店嘛，那我就想說，就不要跟大家一樣啊。對，我想說，那我就一開始我是走有點工業風哦，對，整間都是水泥灰這樣子。那我想說就是這樣子。可能大家會比較記得啦，想說那我就現代感的感覺。對，我想說我也是第一次賣吃的，想說創業試試看，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子。對，好有趣哦，還有賣飯、賣麵、賣笑。對，
很可爱哎，所以我觉得你不用诶，青岛七嘎给想法，还有赏你给想法，都要做懂这个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客家小镇在，就是把你的很多年轻的元素放进去，然后大家可能会像我们都按用很文青的一点点的底度黑麦呀，这个糙米奇木，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客家小吃，过时也还就是细细个个来说一下这个欧美准备的这个糙米奇木这个品相，对不对？对，糙米奇木你里面加了什么东西？这个肉燥也太多了吧？对，很香。里面加了什么？里面有油葱，然后跟豆芽韭菜，然后是用我们自己炸的猪油去炒的，好香哦！你要配那个辣椒。我先吃原味，辣椒很经典，是不是？对。好，我先吃原味。我觉得那个，因为米奇木它底酸黑比较粗的那个口感，所以一般我其实在生面那时间，如果是吃面的话，还好是油的面，我没有那么喜欢吃粗的面。所以因为什么不喜欢吃粗的面，就是因为我觉得粗的面条它要吸附酱汁，要有味道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刚刚说欧美跟米奇木，虽然它米周围，但是它整个也是你看也是有一点粗度的哦。这样子的状态也会做在油米西的，这个酱料的味道是有炒进去的，很好吃哎！而且我觉得它刚年轻葱也就是韭菜这个，对，一定要有韭菜，这个元素对它刚年来讲很重要，韭菜跟肉末，对不对？对，其实客家人最主要还是油葱啦，油葱跟猪油，对，最主要还是猪油的味道。对，我们猪油就是自己炸的，自己炸，对，自己炸，油葱也是自己炸，对，辣椒酱好好吃哦，是不是很香？好好吃哎，这个辣椒酱也是你自己，对，也是自己煮的，你去给它选你的配料。没有啦，以前是有前辈有教，对，很好吃哎，这个辣椒酱跟蜜奇木按油蹦起来真的超过瘾的。韩国，还知道蜜奇木，因为经过炒过，给韩爱保留那个 Q 度，而且甚至我现在吃其实是冷的，但是它还是有那个 QQ 的口感，这是真给我安简单。除了你这个米奇木的本身，它就已经要很好吃，口感很好，就是它煮的时候本身那个 Q 度就是要抓得好。对，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也很想要问一下欧妹，你有点像是你小时候就在竹东长大吗？对，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竹东人，对。阿姆哥，我觉得可能就像，我觉得欧妹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女孩子，而且以头白作为头，刚刚我们聊天有聊到你以前做美睫，对，美甲，只是美的工作，对，然后可能也会向往到台都市去做事。阿姆哥，你有没有想到讲要在自己的家乡做东去给创业开一间店呢？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是高度近视嘛，那时候因为我们做美睫美甲，每天就是灯要一直照，然后就是眼睛有点受不了。那医生就是也很直接跟我说，叫我休息。他说你要不要换工作？那我想说，好像不知道要做什么想说卖衣服吗？还是要卖什么？就想。不然卖吃的好了，但卖衣服啊，好像都比卖米奇木合理，更适合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对，可是那时候想说卖衣服好像也有点麻烦我说那不然卖吃的好了，那我就直接就是把装潢然后稍微改一下，在同一个地方。对，那想说，也想说要卖什么嘛？那我想说，以前要吃到米苔目是有一点困难，就是因为你要早起啊，去市场啊，或者是请妈妈买回来。对，因为是从可能你9点去买，尤其是假日，你9点去买，有可能就买太嘞。对，而且市场都大概到中午就结束了，有时候我们起床就中午啦，所以就吃不到。那我就想说，那不然就来卖米苔目好了。我想说让竹东人中午跟晚上都可以吃到米苔目。所以你的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啊，太好了！就是不管你睡到几租，只要你起来，这个大概是下午，就算是下午时间起来，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吃到本来的呀。早晨头给菜市场当中的设立到的米奇木，对，所以你就想要提供大家，就是我就算睡得比较晚，我还是有机会可以吃到好吃的米奇木。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毕竟这是一项，尤其对客家人来讲，你有啲客家种，
大家都对蜜期末超级熟悉的好吗？而且竹东市场周边其实也很多地可以卖蜜期末哎，所以这个功力是不是其实要花蛮多心思去做的？比较用炒米苔木好了。要其实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也不，炒的其实也蛮难吃的，我自己觉得蛮难吃的。你说已经开店的状态吗？对，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时间蛮紧凑的，因为对啊，那我就想说好，反正我就试炒了一次之后，好，那东西都准备齐了，我就开店了。就开店了。对，我就开店了。那我也是一直不断的练习啊，就是一直去琢磨啊，然后觉得米苔目我要怎么做，炒出来才会比较好吃，因为米苔目不好炒，它容易粘锅，如果炒太久，它会糊掉。对，或者是断掉。对，那又不能太用力。可是如果说你炒的不够，那个香气又不够，对，所以我大概花了应该有半年吧。对，就是慢慢，就是有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这样子。所以开店前半年去吃的客人，现在可以再回去吃。对。我有冇 Q 嘅感覺，最近同學是，嗰時還有講到有關呀這個美蘭阿姨嘅內容，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進到福喜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觸動嘅一件賣蜜期末嘅，韓國係一件好上嘅這個算係都不卡創業嘅一個好上人，是歐美幾家創業嘅蜜期末店。但是呢，這個店嘅店名非常嘅神奇，是美蘭阿姨。那我前面沒有同大家分享到，其實是幾乎冇美蘭阿姨呀三人啊，大家去嘅時間不要再找了，沒有這個人，這是一個客莊的形象，是歐美相關本家嘅人哈，一種感覺好嗎？所以來到漢拜來到竹東，來到一間看起來很時尚的小店，做的許多地度去品嘗很多好食的客家傳統小吃，比如講嘅家是咧炒蜜期末。那剛剛有提到，其實歐美花了很多的力氣去做出這樣子炒蜜期末，而炒得好深，然後又要有這個口感，然後又還要有這個 Q 度，味道又要入味，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除了亞紅炒蜜期末以外，也還有其他懂得好食的，我同大家分享。而且我覺得都有花一點他自己的心思在裡面。比講講，我們去小吃店常常吃到滷肉飯。這個滷肉飯、肉燥飯，不管是閩南族群、客家族群，或者是反正你到外面，你就是很常看到滷肉飯這個食物。對。但是美蘭阿姨裡面竟然有客家的滷肉飯。對，梅乾，我加了梅乾菜這樣。對，因為小時候啦是阿婆啊，阿婆都會用電鍋蒸，就是梅乾肉，以前很喜歡吃。那時候我就想說，因為米苔目也是客家菜嘛，我想說那。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賣梅乾肉，我好像沒有看過，有啦，比較少。對，那我就想說，好，那我就來做看，慢慢看這樣。對，那這梅乾菜，我後來賣了之後，我發現，其實大人小孩都很愛，很多媽媽都會說，哦，我的小孩好喜歡哦。這個就是可以吃3碗飯的配料吧？對，一樣要加點辣的。你先吃原味。好，我一樣先吃原味。哇，這個很滿誒！你到店鋪賣就會這麼滿嗎？就會按年嗎？蠻多的。我其實沒有在小氣的。真的，好香哦。跟杭菜跟肉絲就是不一樣。對，很香，真的很香。而且這個我們這樣看。其實它的顏色沒有很深，但是它的味道是很入味的，對不對？因為它煮也要一點時間，對，你要稍微煮一點時間，它才會入味，才會更香。花加辣椒醬，哦，這樣子很像就是一個很愛吃的人，好棒哦！我現在加了一樣薑用嘎辣椒味肉絲，然後再把它擺滿，真的很大碗，分量超大的。我覺得加了辣椒下去，味道不一樣。不一樣，對，好神奇哦。對，你的辣椒醬真的很厲害耶。對，我自己也很，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辣啊，覺得後來就研究，花辣椒也是要一點
一点时间，也要花心思。你要不要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辣椒酱里面加了能讲的配方有哪一些？其实没什么其实就是大蒜，哈，对，就是酸只是煮要一点时间，对，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煮，而且辣度很刚好。对，那七咖色咧感觉迄讲你迄青蒿色咸菜馆的米线的人，就可以不用加那么多辣椒，因为那个咸菜馆的米线味道就很够了啦。对，就很够。其实味道已经很够，但是如果你喜欢吃辣，没有那么喜欢梅干菜的味道，就是你爱辣胜过于爱咸菜馆的方，你就可以加它的辣椒，完全是一个新的食物。哦，对啊，有些客人是因为辣椒而来的，真的，这么受欢迎。对，如果说来他们会说，辣椒不够，可以帮我补吗？顾总给周得买一罐，你有在卖一罐的辣椒吗？以前有啦，我现在没有做。好可惜哦，就是一定要去店铺生养给东西，这样周得帮养给辣椒酱。哇，我觉得这个咸菜馆跟卤肉饭真的蛮让我觉得对啊，像我那个梅干菜也是用就是在地的梅干菜。对，他们的梅干菜，对，因为他们梅干菜是我觉得很干净啊，处理的很干净，就是不会这样有那沙沙的，有的比较脏啊，吃起来比较没那么好吃。我觉得他这一家真的是我也是试了又试之后，最后才用这一家的。哇！因为用了这个之后，我发现吃的人变更多了。哦，对，有这么明显，大家就是喜欢这一家的咸菜馆，有很明显。对，他也是在地的，专门在做梅干菜啊、酸菜啊这些客家的一些东西的。对，在琼林啊，他们也很厉害。哦，对，所以其实你看，像这种小细节，咸菜馆呀，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妈妈自己也有在晒咸菜馆。然后他就跟我说，外面的可能会它垃圾，就是因为它就是晒在外面嘛。对。外面现在就是空气又不是很好，所以晒在外面就一定会有一些灰尘啊、沙子啊。对，而且它做要很长一段时间。对啊，他像我这一家那个老板就跟我说，至少要3年。这么久，不用。他就觉得他很坚持啊，他就说一定要放。他说如果时间不够久不香，他也不卖。对，难怪。所以我就一次跟他买啊。对，因为这个其实你看那个颜色就知道了，它没有那么深，但是它味道的来源真的是从食材来的味道。对，因为一般梅干菜都是比较黑，对，比较深，对，然后都是这样捆一卷一卷这样子。哦，对，那它的挑油不用懂豆，挑油不用懂豆，酱油放很多的话，你颜色就会很深，但是味道有没有进去，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是真的很香，它这个梅干菜真的很香。对。好吃，真的，挺难的。有看到咸菜馆跟卤肉饭，因为我至少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看过的，真的很少。可能我们竹东会它抖，对不对？客家可能会有了，因为梅干菜它比较贵，而且它就是季节限定，它就是冬季才会做嘛。你做了你一年买太嘞就没有了，对，可能就没有了。那它。因为它价格真的比较高啊，像我们用这个，其实成本其实也很高，对啊。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放够啦，我觉得那个味道才会有。对啊，因为它就是叫做梅干肉燥了嘛，所以梅干一定要放够，对，不用清抖咯，本太嘎丝都清勾黏着，有过瘾的感觉。而且它还不只有这个梅干菜的卤肉饭，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到给炒蜜奇梦吗？其实也有这个梅干肉的梅干肉拌米苔目。给就黑不是炒的，它不是炒的，它是烫的，清烫，然后再淋那个梅干肉燥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吃干拌米奇木会给这种感觉，对不对？哇，对啊，因为会这样做，其实也是想说，米苔目它本身没有味道嘛，那它跟白饭一样，对，所以我其实我可以变换各种口味。那我想说，我既然卖饭，那我主要也是有米苔目，那我就想说啊。应该可以这样卖，然后我就试试看这样子，一定可以。而且你知道，我明明就已经吃了2样东西了，给刚才列讲，其实我在吞口水，很想吃，有没有？但是呢，后生唔单枪案呢，泰嘎生蜜奇莫，刚他讲的好像都是咸食。那接下来蜜奇莫还有另外一种轻松的吃法，就会是甜的。其实我在苗栗，我在苗栗长大嘛，那很细节就会去菜市场，然后一些甜的蜜奇莫饼，就是糖水加蜜奇木。我好像在长大之前是没有吃过咸的蜜奇木，你说咸的吗？对，我以前小时候好像都是吃甜的，然后一直到我长大去到其他地方之后，我好像才比较容易吃到咸的
蜜奇木？我印象中也甜的也是觉得比较少啦，只是我是觉得甜的，我是觉得甜的比较少，咸的以前我去可能台北啊哪里是有吃过啦，是不是区域性的关系啊？对，但是好像其实不多，因为它做的过程比较麻烦。怎么说？因为它米要先把它磨成浆嘛，对，那它还要脱干，脱干之后还要再把它打成泥，其实它过程很复杂啦，对，但是因为我不会做，对我也是跟人家批的这样子，对。但为什么就是做冰的，像这种甜品的会比较少啊？它会不会比较难？做法跟热的其实不太一样。其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用做甜的话，它是没有拌任何的酱料，就是像白饭一样这样子。对，那咸的其实也是用甜的米苔目去炒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他们蜜奇木本人是一样的，对。但是你做甜的跟咸的。像那个，比如说炒的时候，它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你不能炒过头。对，可是甜的话，其实也是要注意，因为米苔目它是米嘛，米碰到冰就会变硬啊，对，就会变硬。那怎么办？其实米苔目真的吃加冰的话，真的是要赶快吃，对，不能放太久啦。我觉得越快吃越好，而且它其实可能会说，我会回家放冰箱吗？不行。你一定要马上吃，纯米的真的不行。对，它一定会变硬啊，它会变得比较有嚼劲，有点像吃，我觉得有点像吃珍珠的感觉。哦，对，我们这样讲起来很模糊，到底珍珠跟蜜奇木的差别在哪里？你可能要很认真去回想那个口感。没有，但是口感没有。我要讲的是，其实暗涌跟蜜奇木啊，它吃甜的是本呢，你就是要当下吃。虽然口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是用纯米的蜜奇木去做，它会保留 Q 度没有错，但那就不是纯米的了。没错，就是纯米的才会有这个特质，对不对？对。所以在店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饮料，甜的版本有。啊，甜的版本底部会加咸醋还有嘛该？还有绿豆哦。对，然后还有糖水。对。这个糖水是什么糖水？我觉得喝起来。不是那种死甜的甜味，有一种感没感够因为我是用2砂再加黑糖下去煮的，对，2砂2种糖就对，2种糖，但是黑糖不能太多，因为黑糖如果太多，它会有点，会有点酸，对，所以就是也是研究，最后发现这个比例是最好的。有感觉你有真的有用功夫用心，让黑糖多一点，可能米西就唔错的啊，故说。大家真嘅有限的时间，真的好支持一下，細細嘅動定一下嘅點咩，還有當當內容，兒童睇下來分享先，其實下等下再個轉來喲。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有足凍嘅蜜奇木，我家是甜嘅啊，我又發現意外嘅驚喜，就是雖然講食起來係甜嘅，啊唔過佢低度冰嘅綠豆誒，它是不甜的，對，就中和了，對，沒有加任何的糖。对，綠豆是不甜的，煮軟這樣子。對，但是不能煮到太軟，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有一點點嚼勁啊，顆粒感。對，有點顆粒感才會，因為我一般的綠豆有人會煮得比較綿密一點，像沙綠豆沙那種感覺。對，我們是煮比較有顆粒感。對，真的好，覺得在按用嘅細細嘅事情當中，有用心冰到底度，你就做在感受到要點點它靈魂的部分。所以其實我光是用想象的，就都得感受到歐妹其實在這個創業的過程，應該遇到了很多辛苦的事情，或者是自己花了很多心思去為了你的這些食物，雖然它看起來都是小小的東西，都是小吃，但我覺得你用了很多心思在裡面。你去甲飛熊按用創業嘅過程底度，有沒有哪一段是讓你覺得很辛苦或很困難，或者是壓力超大的時候？有就是其實以前本來是有一個合作夥伴啦，但是後來因為就是種種的原因，後來我們就沒有一起了。對，那沒有一起之後，那時候差不多是在我開這間店大概
第3年吧，算是最好的时候。稳定了，好想哭哦，算是最好的时候啦。对，不行，我会哭哎，因为对，是你觉得在中间，你是回想到自己辛苦的过程的时候，觉得对，那时候你是自己接着下来再继续做，对，你有办法跟大家可以分享这个故事吗？没有看你想不想？可以啦，就是对啊，反正就是最后我们就没有一起了嘛。那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好不容易起来了嘛，对啊。那没有一起之后，等于我米苔目必须换一家，对，所以换一家就等于我要再重新去适应这个米苔目，我该怎么去料理啊，怎么去做啊？我要再重新认识一次认识米苔目，再加上可能客人吧，因为口感不一样，那客人就是也会会做出选择啦。那当然就是喜欢的就留下嘛，那不喜欢的就是离开了嘛。对，所以就等于从头来啦。对，等于我现在又重来了，又等于是第3年。应该说我这样子想象是，如果给文业你不用 A 牌米苔目好了，你 A 牌米苔目，然后你做了很多种不同的，比如说你的炒要炒多久啊，你煮要煮多久啊，你要怎么去适应这个米苔目的性质？因为大点点做出来的全部就没有空用。但是呢，遇到这个状况，你必须要温一点，而且你还要找到一样你也很喜欢，也一样很好吃的，对，再去适应它。对，其实花了蛮多时间，但是因为时间也是很紧凑，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果我真的没找到，我可能美拉姨就没有了。对，但是因为我的个性，我觉得我不能就这样就被打倒啦。我觉得我也不能放弃，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对，所以我最后我找到这间米苔目，那它也是在竹东早上菜市场里面，对，它叫东风米食，它是专门做米类的。我知道对，它还有卖菜包，还有卖一些就是很多关于米食的东西，对，所以其实我找到它之后，后来我发现，我觉得它很有度量啊，因为我们都在竹东，我觉得他很帮我，因为如果真的没有他，我可能今天就没有我了。我觉得其实我还蛮谢谢他的，对，还蛮照顾我的啦。我觉得，他真的是不私藏，就是会跟我说一些小细节啊，让我说，怎么去做啊，会更好啊，对，所以我其实蛮感谢他们的，对，也是算是一个缘分吧，我觉得，对啊，可能关了我这一道窗，又为我开启了另外一道门。不会，我觉得，都是过程，就是，对，人生当中就会有赏时会有一些跟你想象会发生不一样的状况。对啊，我刚刚还说不能哭真是的。然后可能就会你公司很辛苦，而且其实我觉得。曾经有一起合伙，那也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但如果缘分过去了，我们就让它过去。但是至少现在你还有一个很棒的现在的成果。你看你这样子，等于你试了非常多种不一样的做法。对啊，起梦就还就是我觉得也让我更了解到米苔目，就是它真的有分口感啊，跟 Q 度啊。就是我发现好像真的就是米苔目原来不是说。所有的米苔目都是一样的，对，其实真的做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对啊，像炒的时候啊，像两家做起来，我觉得也不一样，对，所以我就是重新的又认识了一个新的米苔目，很棒，而且就是因为现在这样子，懂银行、黑色嘞以后都会有很多心得会跟你分享，对不对？会啊，就是好的坏的其实都有啦，那以前。也不太能接受，就觉得，对啊，因为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会有点难过，就想说，我怎么了，这样子是不是哪里有问题？那后来慢慢越来越多，其实蛮多客人留下的都是觉得他喜欢我的味道，因为每个厨师做的味道一定不一样，就算给你一样的东西，做出来味道也是不一样。那有留下来的。就是代表他喜欢我的味道，那也有从可能很远啊，竹北啊，或是桃园啊，客人都会来吃，还跟我说，你要不要来竹北也开一间？我们竹北都没有得吃，都要特地来吃。对啊，他们也会说，我们都是在地人推荐我们说，你只要来竹东就一定要来买这样子。对，其实觉得蛮开心的啦。
对啊，我觉得辛苦是值得的。天哪，你好正面哦！我这样，你知道唐家的这些创业的年轻人，就是年纪差不多，然后我也曾经有想要创业的梦想。我听你们讲，我就想算了，我还是不要创业好了。就是蛮辛苦的啦，我觉得。对，而且压力也会很大，你会觉得，你可能听到一个不好的，你可能就回家就开始想。是我的问题吗？还是怎么了？怎么了？就是会一直去想，所以就是现在就慢慢去释怀，就觉得有听到好，那我就收起来，那我知道了，就是想说要怎么改啊，然后慢慢去，对啊。好的，继续维持，喜欢的也继续维持。如果你不喜欢，你也不想改，就不要改，因为这是你的美兰阿姨。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喜欢吃的人就是会继续来啦。对啊，不喜欢吃的没关系。而且我觉得呀，点点美就是亲有新给的一点点美，很有个性。像比如说我们旁边有这个很可爱的美兰阿姨的一些周边商品，甚至听说还有出贴图，是不是？哦，对啊，还有出贴图。那时候觉得很可爱，这个阿姨想说做一下贴图好了。哦，好可爱哦！这个贴图现在是还找得到的吗？应该还找得到，应该是还可以买的。就是这个喜欢美兰阿姨，我就觉得美兰阿姨越看越像春娇，很像我妈，是不是很可爱？就是你身边一定有一个很像美兰阿姨这样子的人。那我很好奇，我有这个真的叫美兰阿姨的阿姨，都讲点美多，我也叫美兰的，可以打8折吗？有啊，还有人会说，特地来吃，他就说我妈妈叫美兰，我一定要拍照回去给我妈妈看。对，他还说他说我妈妈在美国，他说我要给我妈妈看。对，他说我妈妈没办法来吃，因为那像我们对面是一个艺术园区，很多那种就是观光客啊，然后有的阿姨就会很开心，她说我也叫美兰呐什么的。好可爱。对，有的会进来吃这样子，有的还拿身份证给我看。他说我真的叫美兰。美兰真的很常见，我们知道。对，谢谢美兰阿姨们，你们是客庄的代表。故说你们一听完戏之后，也有唱到欧美人都见不懂同泰家来分享。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咩系同泰家来讲，做动要在素材这里系咧动定一下嘅咧客家中。故说你们一个福喜卡拉 OK， 这个从主动对做动态嘅欧美，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我们要去做动料的时间，除了去吃美兰阿姨之外，还有什么行程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来那个美兰阿姨对面的那个萧如松艺术园区，对，它里面有一些画跟一些以前的一些那个画家留下来的东西可以参观。对，里面我觉得蛮很适合拍照走走啊这样子，然后呢去玩就可以来对面坐下来吃个炒米苔目啊，再吃碗冰奇木杯，而且它可以做这样一杯的带走，我觉得超方便的。对，就像饮料一样有拿。对啊，因为我想说有些人可能吃不完一碗嘛，那我就弄个不一样的，做一杯，对，做一杯给人家可以随时都是拿了就走这样子。没错，对。不过今天很开心，做的熟食欧美，要同大家来分享欧美几七家可以跟东定一下咧客家传统的美食店哦。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间，做的去做动行聊聊。今天什么欧美，谢谢。为什么电视机头前的观众舒快休息一下，等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记得啦，我来福喜来嘅免数听站，韩国啊客家电视台嘅 YouTube 频道，咪记得我来听站听嘅韩国亚样片嘅链接啦，记得我分享出去哦。